歡迎收睇今集關於生成式人工智能對宏觀經濟影響嘅短片。生成式人工智能嘅核心功能係產生全新具原創嘅內容，而唔係只係修改現有數據。佢可以創造文字、圖像、音樂同程式碼。佢從大型數據集中學習模式，從而產生原始輸出，咁樣就可以自動化創意類工作同促進創新。喺過去2年，生成式人工智能如 ChatGPT、Midjourney 同埋 GitHub Copilot 等工具，以創紀錄嘅速度增長。根據 McKinsey 2024年全球調查，大約65%嘅公司正喺佢哋嘅業務中至少一個領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。咁樣對整個經濟意味住乜嘢呢？首先，我哋講下生產力，即係量度一個經濟體系將投入轉化為產出嘅效率。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幫助員工更快咁完成任務。例如麻省理工學院2023年嘅研究發現，上班族使用人工智能令起草電郵同完成報告嘅速度提高咗37%，而其中低技能員工嘅進步最大。生產率提高，企業可以用同樣數量嘅工人生產更多產品，從而推動經濟向更高嘅長期經濟增長方向發展。但係生產力嘅增長並唔會即時幫助到所有人。人工智能可能會造成結構性失業，因為員工嘅技能同企業需要嘅技能錯配而造成失業。例如，人工智能而家可以起草營銷文案、生成產品圖片、分析客戶數據。呢一個減少咗對某啲常規辦公室職位嘅需求，同時增加咗對具有人工智能知識嘅員工嘅需求，例如數據分析師或者 AI 提示工程師。喺宏觀層面，經濟學家就預測好壞參半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估計，到2024年，全球40%嘅工作崗位可能會受到人工智能嘅影響，有啲會被取代，有啲會轉型，但同時亦會創造好多全新嘅職位，就好似過去嘅科技創造咗新嘅行業，例如手機應用程式同電子商務。回顧過去，科技一直都喺度改變就業市場。工業革命取代咗體力勞動，但創造咗工廠職位。電腦時代令打字員呢個職位消失，但創造咗與資訊科技相關嘅行業。互聯網時代帶俾我哋電子商務同手機應用程式。而家隨住人工智能革命，我哋正處於另一個重大、不斷快速發展嘅轉變中。不過，生成式人工智能並唔可以完全保證經濟增長會變得更快，除非經濟體願意投放資源喺教育、數碼基礎設施同政策上去幫助員工再培訓。如果冇咗呢一啲前提，不平等可能會擴大，尤其係當高技能工人喺運用人工智能方面具有更大優勢。